各位網友好，今日想講緊大圍柏豪莊呢個 case。大圍柏豪莊咧本身嚟講係新世界同埋地鐵合作起嘅屋苑。咁呢種以地鐵路沿線而建嘅屋苑咧，係好典型嘅地鐵向做法。好似話咧都係幾十年不變嘅，一點都冇咩新意思咁。地鐵可以做埋發展商咁。而一般地鐵沿線起咗屋苑，跟住下面做一個商場嘅做法，其實係好典型嘅地鐵以商場嚟增加收入嘅另一種做法嚟嘅。咁除咗賣樓之外，呢種幾十年不變嘅做法咧，就搞到連啲商場都係做到幾乎一模一樣，會倒模出嚟咁嘅啫喎。最衰去到邊度嗰啲商店就幾乎間間一樣。你走咗一間，你根本就唔需去再第二間，因為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商店。有時我真係想啊，點解要一間全部都係一樣樣嘅商店嘅商場嘅咧？唔同嘅商場，但係全部嘅商店都係一模一樣啊！我發覺只係真係浪費咗車錢嘅，因為嗰啲商店都隨便喺街上面全部都有，咁根本唔需要嗰啲商場。而且香港商場就有一個特點㗎啦，就係幾乎冇位俾你坐㗎。人行到攰咗嘅時候咧，你就係去商場入面飲食店只去坐啦，因為你唔可以坐喺地上面㗎。咁而喺青衣城嚟講都算係其中一個例外啦，因為仲有兩張凳仔可以俾人哋坐啊。咁呢點喺人民關注角度嚟講啊，都係比較算係有人道啦，係嘛？但係喺泰國嗰個商場嚟講，幾乎好多地方有凳仔啊，以至俾你坐嘅。你唔係買咗行下行攰咗都可以坐，而且泰國啲商場好多特色，咩都有，即係唔會係千篇一律。即係講起上嚟嘅話咧，香港出現呢啲千人一面嘅商場，其實真係冇乜創意嘅地方。最少喺香港仲有2000年時候都係咁嘅樣。咁凡係一個地方咧，文化興盛咧，就會有創意出現嘅。好似之前香港出版啊、電影啊、言論發表啊咁之類咧，就可以睇得出啦。但係入咗之後進入咗比較衰退期咧，就會冇咗創意。而物業地產進入泡沫化嘅時候，揾快錢就好多人心中想法，當然唔會有咩創意文化出現啦，因為唔合時代啊嘛，你都冇人去理會去留意。咁於是乎咧，咁似一啲倒模式嘅建築物啊、商場啊，咁啊自然最快可以起好，跟住去賣，跟住賺錢。而商場保證出租率啦，咁就好似乜神仙萬年之類手熟面嘅實力夠啊，唔怕欠租嘅大公司咧，咁當然係招手入場嘅對象啦。咁而講翻大圍柏豪莊咧，佢係建喺大圍另一個新世界有份參建項目，又點樣特點咧？咁大圍柏豪莊係一條地鐵沿線嘅嗰個大圍站上面嘅。咁呢種鐵路沿線起屋苑嘅話，比多啦，即係先講過噶啦。凡有鐵路嘅地方，都必然有一堆喺嗰度噶啦。但係呢種鐵路沿線咧，就有個特點啦。特點咧就係建喺啲叫平陽龍嘅結穴嘅地方。平陽龍係咪一種比較特別嘅嘢嚟？首先明白咩係龍。喺風水學上面嚟講，龍係一種巒頭嘅表現形式。譬如分龍啦，分得山龍同埋水龍啊。山龍就好容易理解，有一般人會睇得到嘅高山啊，或者你喺遠處地方啊，高過平地嘅地方啊，或者啲山啊似一條龍咁樣由遠嘅地方嚟，漸漸會有去地下面。慢慢斜向下邊佢啊咁樣，同埋漸漸收窄嘅時候，真係會形成一啲好特別嘅地形啊，或者地點啊。咁咧就會出現一啲地方叫結穴嘅地方啊。但係山龍結穴嘅特點咧，就會喺四周出現一啲好指引嘅，譬如四周有啲特別有高翻起嚟嘅地方啊，特別係左右兩邊啊，佢叫青龍白虎位之類咧，有啲特點啊咁樣。叫佢護衛啊，又睇下前後有冇咩魚母豬雀之類嗰啲術語啊咁地方，就可以真係找到結論有結穴嘅地方啦咁樣。但係有個特別咧，就係話喺真係結穴嘅地方，我哋話你向下邊挖啲地方，你真係有時會挖到好啲好靚嘅啲土質嘅喎，又紅又綠啊，又或者一啲翡翠啊、白玉咁樣啊，真係充滿人間仙境咁啊，真係好神奇喎！有時呢一樣。咁水龍咧就有指一啲咧河流啊。有水經過流動嘅地方啊，咁啊河川又好似山形一樣彎曲曲咁啊。不過水嘅彎曲程度咧就比山更加犀利。咁一種以水形成嘅地方係叫水龍。水龍亦都有結嘅地方，但係唔一定一直唔係喺一般嘅河嘅岸邊，反而係會離開咗河水內灣收納嘅地方。但係呢度唔想就太講太多啦，太專業啦，連我講得多，連我都覺得悶啦。反正聽嘅只不過係趣味性嘅，咁啊唔需要聽得太過專業。但水龍咁特別嘅水龍，
特別嘅地方就佢有叫做隱籠。所謂隱籠咧就係平時睇唔到，冇水嘅見到，但係有水經過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啦。咁呢啲咧就可以叫做隱籠，亦都可以叫做平陽籠。而另外咧有一些睇住平地嘅地方咧，其實佢唔係全係平㗎，一樣有高高低低嘅地方嘅。只係你低嘅地方咧，如果唔係平時有水經過而顯示出嚟嘅時候，你係睇唔到嘅。咁呢啲就係隱籠啦，亦都可以話平陽籠。巒頭入邊咧，高一寸係山，低一寸就係水。咁有山籠咧，就必然有水籠，但係水籠咧就唔一定要睇到，因為有時嗰啲水籠要靠水嚟顯現嘅，你冇水就睇唔到。大江大河嗰啲一係有水就容易睇啫，但係呢啲隱籠你就比較難睇。簡單單講到水籠，又講到平陽籠嘅時候咧，就可以睇得出而家社會嘅平陽籠嘅特色。平陽籠咧就係水籠嘅一種，但係平時睇唔到。我講過，只有水又先睇到。但係平陽籠中嘅水咧，就唔一定係流動嘅水，反而一啲流動性嘅嘢啦，譬如車啊、人啊、動物啊等等都可以當水咁嚟用嘅，因為佢流動性啊嘛。而城市中嘅平陽籠咧，就係有流動嘅嘢啦。流動嘅嘢咧就形成區設嘅水啊，持續啦，人流車流啊都可以成為平陽籠嘅構成條件之一。如果你有機會去由高嘅地方，譬如天台去地下望落去咧，你又會發現一樣嘢：地面上面嘅人嘅行動咧、路向咧，就好似蟻咁樣嘅，一個接一個咁樣。佢依着同一條路線去走，或者最少咧係依住同一條路線行。咁呢種行為咧，其實叫趨同性。所謂嘅羊群效應都有啲相似。人有時唔係好理性嘅，有時係充滿咗一種社會性啊、趨同性嘅社會生物，所以有時做出嚟嘅事啊、行為啊，咁喺啲獨有理性嘅人睇嚟講係非理性嘅，例如一鬥風去做一啲嘢啊，一同佢做一啲行為啊，咁呢個趨同性。但係呢種人似螞蟻咁去行同一條路，呢種情況就係平陽籠出現或者有平陽籠會出現嘅時候嘅特點。咁你就可以講啦，人或者車嘅流動咧，就形成咗平陽籠，或者啲馬路、公路路線等咧起咗出嚟，又變咗平陽籠啦。而一啲商場啊，例如有自動電梯嘅，你會發現到一啲啦，譬如左上右落式嘅。咁若果你落去下邊到地面嘅時候咧，你多數都係轉左或者轉右之類啊，睇嗰部電梯嗰個流動性啦。咁假如你向你由上一層去下一層嘅時候咧，通常你都會轉左，因為你右邊上面咧就會上嘅。有時人哋會阻住你，咁你一定要安排你轉左。咁同樣噶啦，喺上地嘅時候到地面時一定會轉左，因為右邊又有人落啊嘛。咁呢種因為特別安排出現嘅地方咧，就會對嗰對地方嘅商店咧已經構成嘅比較大影響。影響就係人流嘅趨同性，人一定會變成向左而唔係向右。咁左邊嘅商店咧就比較着數。而家大嘅商店啊，出名嘅連鎖店啊，咁好多就係佔住左邊位置嘅。左邊嘅租金通常嗰度買貴啲，我相信呢個地產商早已經知道。咁呢種人為嘅改變咧，亦都構成咗平陽籠嗰個結構性表現。所以有啲商場咧，淨係旺一啲店，而一啲店咧比較生意差啲。咁喺圓通入邊叫排籠，但其實都係叫做喺平陽籠宮入邊咧，人嘅行動受影響控制而出嚟嘅表現嘅行為。咁其實呢啲都係平陽籠嘅另一種表現嚟㗎，只係出現喺商店上面或者喺商場人流位置上面嘅啫。咁地鐵沿線嘅咧，亦都有平陽籠結穴嘅特點㗎。而家嘅鐵路沿線咧，長長一條鐵路咧，就會帶住啲車啊，載住個人啊，由嗰個車站去到另一個車站啊。咁呢就係平陽籠嘅鐵路形式顯示出嚟嘅。而地鐵又可以喺地下度走啊，咁到車站嘅時候，人咧就會由車站出入口去出入。咁呢種地下鐵路線咧就係隱籠，因為地面都睇唔到，喺地底嘅佢。但係出車站嘅出入口嘅地方咧就叫結穴位啦。結穴嘅特點咧就係人流旺啦，地鐵出入口人流多咧就係結穴特點。而地鐵線沿路嘅結穴位有時可以將個地方嘅交通人流嘅特點咧度改變。嗱，最顯著嘅地鐵結穴位改變地點人流行動嘅就係地鐵喺九龍油麻地站 A2 碧街出口嗰個位。我相信好多人都有時去過嗰度。嗱， A2 碧街出口咧就可以係個地鐵龍喺油麻地結穴點咧一個特別嘅出口點。
但係呢個結業出口點會特別地方就係當乘客喺 A2 碧街出口嘅時候咧，出咗去嘅時候，過馬路上去旺角個方向嘅時候咧，因為佢啱啱好就偏離咗彌敦道，轉咗入碧街個主要路口，嗰度比較多車轉左嘅。你喺度等，但係如果你喺碧街 A2 出口嗰時候咧，嗰度過馬路比較方便喎，因為佢啱啱嗰邊有一條幾棟大廈嘅後巷，而行過呢個後巷咧，出口就登打士街啦。咁嗰度係購物主要地區女人街嗰個位嚟喎。咁呢種後天形成嘅特點咧，嚟到嗰度後巷咧，就成日咧不斷有人行，由朝到晚都有人行。咁如果後巷嚟講嘅實在好少有嘅，因為好少人有後巷入邊行嘅，係嘛？實在唔好話佢而家佢嗰啲後巷好乾淨啦。如果一般人都又唔多行嘅後巷，都唔會太過清潔，或者比較屬於陰冷陰濕嘅地方，好少人行嘅，係嘛？咁呢種好少有嘅現象嘅話，如果唔係有個 A2 碧街出口嘅話咧，就可能冇呢個效果。咁由呢度可以見到啊，由車位人流形成個水龍平陽龍嘅地方咧，佢會造成一個地方嘅興旺，完全係人流交通緊造成嘅。而 A2 碧街呢種出口，你啱啱好説明啦，凡係水龍平陽龍嘅地方，唔係最接近龍係最好嘅，反而係偏離本龍一點地方先係真係結穴嘅地方。因為龍嘅本身流動咧，本身有衝擊性嘅，要有收納嘅地方，離開龍一點遠嘅地方，嗰啲係真龍嘅結穴地點。咁同樣啦，一大江大河喺河邊唔係最好嘅，一定喺往內收口，減少水流衝擊先有用㗎。而太過近沿岸咧，河岸嘅除咗唔聚氣係會隨水流走之外咧，如果遇到水多水猛嘅時候會泛濫添啊，或者侵襲破壞嗰啲你啲沿河岸嘅建築物。所以懸空入邊嘅排龍水口氣位，所謂龍起山山對破軍啊，破軍動靜兩頭分。呢對宮同埋本位一定排出嚟破軍位，就係呢個緣故。至於排龍訣咧，將來有機會或者補一張書，不過唔使啦。而家網上面一找就可以揾到噶啦，好多噶啦，唔同以前個個大師收埋當寶啊，或者要俾好多學費先肯講一言半句啊。咁嗰時真係㗎，七八十年代嗰時咁。自從喺網絡興起之後，好多嘢喺上網啦，之後呢啲已經唔再存在啦。相信都已經即係想收都收唔埋，有好多無私嘅，真係做幸運將呢啲資料放晒上去啦。所以而家學術數其實真係着數過我哋以前好多啦。咁啊，呢種以前舊嗰啲人將啲術數當寶嚟做私人牟利工具，都係好普通嘅做法㗎。呢個時代。咁啊，講翻地鐵呢種人造平陽龍，任何一條地鐵線都可以睇到佢就平陽龍，而車站咧就係平陽龍嘅結穴。咁大圍咧其實好明顯都係龍穴，或者後天人造平陽龍嘅一種龍穴位。而喺龍穴上面起樓咧，其實等於喺一條河岸線上面起樓，但係有水同埋水龍唔同。有呢種平陽龍並唔係真係有水嘅水龍會產生水太過多泛濫嗰種特點，但係其實嘅喺龍上面建樓嘅同時都有水流過猛嘅特點。咁呢種特點咧，有時會出現喺人丁嘅唔安穩上面啊，同時亦都產生財富上嘅起動波動大嘅特點。但係同北角皇都呢種喺英皇道旁邊，亦等於唔係平陽龍，等於平陽龍嚟睇嘅時候咧，就大圍柏湖莊咧就相對嚟得比較平靜一啲。因為地鐵路咧唔係個個都喺路軌上面行噶嘛。而路軌通常嚟講只有列車行嘅啫，而車站係一個人工結嘅地點，就唔同喺英皇道啦。過於散落啊，英皇道即使後天有月嘅話，都好分散，你唔容易找。人同車亦都好多，好雜亂。大圍柏傲莊咧，佢雖然係見到後天嘅結穴位，但係呢種格局又佢會受到四周環境嘅影響，特別係山形啊、建築物咁嘅形式。但係大圍柏傲莊又可以話係一種典型嘅地鐵建築物，成個項目佢係建喺一個車站上面，而上面就係幾棟樓嗰個設施啊。咁大圍柏傲莊四周外景都幾乎都咩山脈之類聚氣啊，咩青龍白虎之類四獸幾乎可以都係欠奉噶啦。咁啊，通常嚟講呢種樓都係一種特點，就係上面係住宅，中間有一個人造花園，咁啊有個平台，咁啊喺下邊嘅經過嗰座平台先上上面嘅，咁下面商場咁，你好典型嘅做法，都冇乜特色噶啦。咁一間係第二間都係咁噶啦。但係
柏傲莊四周圍嗰幾條路咧，特別係當車公廟路啊、紅梅谷路咧，咁喺旁邊咧構成咗一個十字形嘅迴旋處，咁係一種氣流好猛嘅路線結構嚟。而最特別嘅就係車公廟路同埋紅梅谷路咧，佢成為一個十字形嘅結構。咁呢種人就不利一種形態，因為呢種十字形咧，就其實似捉咗一把鉸剪嘅接口形狀。咁呢種結構咧，本身嚟講叫做刀煞，唔係咁容易有利人嘅健康，容易有損傷啊、病患啊、手術俾人痛啊咁啊。總之健康會有波動啊。刀煞嘅本身嚟講嘅話，就血光有災害啊。現在嚟講啊，流血啊、手術啊。推而廣之咁嘅健康問題啦。不過稍為好一啲嘅，都就離開得比較遠啲。但相對於較低層嘅話咧，特別對正嗰個鉸剪位個單位咧，就影響比較大一啲啦。但係高層嘅咧，就影響就比較少一啲。咁喺影響嚟講嘅話咧，又可以講講嘅。若果將嗰把好似鉸剪咁嘅刀煞，你佢而家睇起成係平面㗎嘛，但係如果你將佢扭轉立起嚟，計算嗰兩條路嘅各自長短，咁將個立體化嚟睇嘅話咧，就可以大致知道嗰個煞影響嘅樓層數目。呢啲係將形體咧立體化嚟嘅來煞咧，或者有吉利方面力量一種方法。咁呢種科學咧比較少人講到，我而家順便講過都冇咩唔可以嘅。咁基本上嚟講嘅話咧，受煞影響嘅單位咧，咁多都係比較集中喺面向天嗰個迴旋處天橋位嗰度咯。咁之後個單位俾後面個單位擋住啊，都頂住啊。咁有咗變相嘅擋箭牌，咁影響就比較少啲。咁呢個柏傲莊個徑雖然都係新世界同地鐵起嘅，但係因為個位同路唔同，所以佢嗰個後天個影響都唔同。當然你連賣嗰個價錢啊，或者嗰個有招來方面都唔同啦，同北角嗰個就真係完全有分別嘅。就呢就可以睇到咧，係龍嘅影響啦，進而要影響嗰個建築參與者嗰個利益分成，都好有大型關係。好啦，咁今次呢章講到呢度先，咁就下次再見。好，拜拜。